大家好，我係會所同事 Karen， 今日會為大家示範整士多啤梨 Tiramisu 曲奇杯，上面有少少圖案，將蛋糕變成卡通化，除咗好味，仲好得意㗎。等我介紹所需嘅材料先，分別有蛋黃、砂糖、糖粉、意大利軟芝士、淡忌廉、黑朱古力、咖啡粉、手指餅、士多啤梨果醬、士多啤梨同曲奇杯。我哋首先做曲奇杯裝飾嘅部分，將曲奇杯嘅頂部染上融化嘅朱古力備用，跟住喺曲奇杯中間部分用朱古力畫上笑面，同埋喺曲奇杯嘅底部畫上雙腳。之後就準備芝士糊，先將蛋黃同砂糖隔熱水打發均勻，再加入意大利軟芝士繼續打勻。另外，淡忌廉加入糖粉打起至糊狀。最後將打起嘅忌廉同埋芝士糊攪勻備用。喺曲奇杯擠入一層芝士糊，跟住將手指餅浸喺咖啡中1至2秒，然後放入曲奇杯，重複做多2層，之後放入雪櫃雪2個鐘。拎出雪好嘅曲奇杯，喺上面鋪上士多啤梨果醬，再放上士多啤梨就完成㗎喇。除咗笑面圖案，仲可以畫上唔同嘅表情，你睇下幾得意。希望大家食完呢個會笑嘅士多啤梨 Tiramisu 曲奇杯，都會充滿正能量，開心快樂每一天。